了暑假位也是观光业的大热，尤其按多年来屏东小琉球一定受欢迎。不过，船公司民宿同传统业者看到按多位游客该欢喜，公所谓清洁队如果紧张的哟。小琉球的游客人数对95年97000人次，到103年增加到42万人次。照看守台湾协会的研究，喺每地游客睇小琉球了2日来算。桃园一等人都睇当天制作2公斤的垃圾多，小琉球的垃圾要用船呢运拿到台湾本岛，搁查到坎当焚化炉去烧，处理嘅本钱该粗哦。古所小琉球生态旅游发展联盟，旅游传统民宿业者也都加入环保店家，提供用100来提调黑的用品本游客，对年头开始来减少垃圾，也同省下来嘅成本回馈本游客。另外，咩有海洋自工队定期会去清海岛度的垃圾。本地也个细型的焚化炉已经停用了10多年了，提也个无渣无坑没买起来没过时的。睇嚟到嘅小琉球按样来处理垃圾引来引导嘅问题呢？向下来探讨。今夏嘅天，颜色嘅河水，小琉球江这嘅风景是彩东相依。呢种太嘅道理，一两说呢，在论以后，此个传染也开始严重。大学生迄吼，拢摕早迄落暑假的迄落困安尼。啊，阮遮垃圾就含回收车的垃圾那较济，保特瓶饮料遐拢较济安尼。嘿啊，嘿。我们委托那个清洁公司帮我们做打包，然后运送，然后经过船运到那个坎顶焚化炉去。小琉球当年垃圾量太少4到5吨，收到垃圾冲过后会用太空包打包，说呢一定在也都是包包，太少什么变呢？除为准100。当年800万嘅垃圾处理费，有里到检查基金不错，不过今年4年认为基金忙拿到，重新导航累积的400万吨垃圾。小琉球垃圾问题有公数到讨论。垃圾处对地焚化炉挑选，也从社区焚化炉，改良是杀嘅，今年稍微到15吨垃圾，不过认为量唔啦，上5日天5日，冇法度技术认真，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没不足，用来2年就停用。不符合目前的那个环保的一些标准，然后因为它垃圾的量太少，所以那个温度没办法就是烧到800度以上。那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些弹药性的一些问题。你垃圾烧掉，通常会产生10到20%的这个底渣跟飞灰，这些东西它要消化，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就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啊！而且飞灰是有害的东西。63年焚化炉停用过后，垃圾处转到台湾本岛处理。不过，按当年小琉球观光客群众动价，故所经费了19个千嘅全面的编制，只经负担唔上导航嘅垃圾量。小琉球向公所攞看守台湾协会嘅资料，小琉球平常大地界嘅人就123,000，不過以下人年比人年下拿多，對95年嘅97000人次，增加到103年嘅42萬人次。垃圾量嘅變化雖然唔係按規則，不過長期來看，以下人數越多，垃圾量咪越多。尤其103年嘅垃圾量，下那比102年加嚟633噸，增加嚟2.4萬多。那我们这样计算起来，就可以发现说，这增加了32万的观光人口，大概每天为小琉球带来就是每次到小琉球参观，大概为他们带来就是2公斤的垃圾量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以垃圾减量这个部分才是我们最大的目的的，因为你垃圾减量，我们处理成本当然就是减少嘛。垃圾問題唔係住把火燒提出解決，而對年頭開始改良。小琉球生態旅遊發展聯盟出傳聯民宿和傳統加入環保點額。我們就會希望說，客人他們自己攜帶他自己的盥洗用品來使用，那我們就可以把那些東西省下來。那省下的經費，我們就回饋給那個消費者他們。像我們的茶杯啊、杯子，還有我們的漱口杯，我們都是使用可以重複使用的。如果牙刷、牙膏是他们自备，然后洗剂又没有包装，那
以我自己的民宿来讲，以前房间清理下来大概要2大袋的那个大垃圾袋，黑色的那一种2大袋，现在大概1袋，然后7分满，少很多。对，少非常的多。隨住在政治做改環保衛生紙，大夫讓解釋法子，實施能力到，還用調嚟嘅方式來救治，其他物解都唔提供，為咗偏數物解都冇，老日版民宿完全冇救助。歷史咁了之外，民宿成本廣大，以後未享受為到。只要你願意自備盥洗用品，我們就一次減少你50塊，他們都自備，他也不會真的跟你要50塊，他覺得他是喜歡這麼做的。平常我們自己也會用到，那就帶一些出來用，我覺得還 OK 啊。自己帶啦會比較方便，因為用習慣自己的東西跟外面的東西就是有差。東西都必須靠台灣那邊運過來，那這些東西運過來，它必須花那個油錢嘛，要船運啊，要汽車去運送啊。那到我們這邊使用完了，卻沒有辦法處理，那這些東西打包完之後，又要車子運到碼頭，船又要運到那個台灣去，所以減量之下，你是不是就可以減少你在運送的次數？因為推行環保理念，下嚟當到人通緊以下，加當到人期待。不過正如分講，跳下馬會講到點樣人通，都當到困難。我們不反對賺錢，本來開店就是要做生意的，但是你要做生意的時候，我們希望你是跟那個我們的環境並存的啊。以前年輕人他們必須要到台灣去工作啊，離鄉背井的賺那微薄的薪水。那這段時就是慢慢的小琉球有走到觀光這一方面啊，那年輕人剛好機會回到家鄉來工作，跟家人一起住在一起，其實大家都很開心啊。那如果說我們不好好的去保護我們的環境的話，也許我們下一代就沒有這碗飯可以吃了。看守台灣協會建議，可能做啲跳過葡萄，也係提供支持條例，建中對回收也係少動唔好嘅產品來包裝。不過香港所講，讓用層面動態，提出會考量動到。係嗱，除了對煙跳減少垃圾之外，回收咪係當重要嘅工作。可以賣錢的就是鐵罐啊、保特瓶、鋁罐這一類的。那像玻璃瓶的話，他們就比較賣不到錢，所以就沒有再回收。還有紙箱的話，它也是價格比較低的，所以這一些我們就是會給那個我們的清潔隊回收帶回去這樣子。因為玻璃條處在潤處理成本高，敏感冇馬上回收，就835到9分錢嘅處。係那公所講，除了當年800萬嘅垃圾處理費，自然回收每為200萬元來做，包含潤費勞人力。以下增加當到嘅以下大量嘅垃圾，公所列下未當地嘅研究，難擺可能會讓以下大款經驗。就是可能我們也會徵收一些額外的一些費用。讓消費者知道，你來這邊製造那些垃圾，其實那些處理成本是很高的，所以我們也可能也會有些清潔費的一些水轉徵收，也在研議中。每個人如果每次為小琉球帶來2公斤的垃圾量，那他的垃圾處理費大概也就是10塊錢左右。這個地方是真的蠻乾淨的，還可以讓現代人還有小朋友可以認識所有很多生物，所以那個環境覺得我是真覺得還不錯，因為可以處理一下垃圾，也可以保護環境，我覺得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部分。保育應該是大家一起，而且垃圾是我們自己製造的，所以我覺得 OK。我覺得是可以啊，因為其實它這個島，它有太多我們本島沒有的東西，所以需要去保護。單純收它一個什麼環境捐，那個除了大費周章以外，那個實質效能其實我覺得是不彰啊。要你就要整體規劃，除了教育遊客以外，最首要的是教育當地人。小琉球需要優質化的行程，也就是說，如果服務1萬個，就可以讓你賺1億，讓整個小琉球賺1億。
你没有那个必要去服务10万个。不过小琉球嘅特色唔單強調料體，沙白回調度未導入。上面都已經有附着很多的那個像藻類啦，還是那些沙石。那這身上這個都已經是覆蓋在上面很久的珊瑚都已經死掉的。那如果是這些那個漁網具，如果不小心卡在這珊瑚上面的話，它必須要靠人力去才有辦法清除它。小琉球會中之公區係離初節第2009年成立嘅，雖然單單係民俗業者，條下馬場234為香水，方會提價設價出車以後，一下子嘅60個沙做得相對回調度係淺特色。看到有一張的漁網，然後我就跟着漁網走，那走到後面的時候，讓我發現說，那個漁網裡面就勾住了一隻綠蠵龜，然後那一隻海龜它已經死掉了。就是志同道合的這些朋友，然後一起下來，然後去把這些廢棄的漁網，我們把它牽上來。他講因無船隻，需要船隻來支援。拄好我有一隻船仔，我就迄陣我就講，無我來支援我的船仔呢，改一個應付改做個工課安尼哦，要聯絡用敲電來聯絡，要扣本色安尼，哪開船哪拖安尼，我印象最深刻的。大部分都是漁網啊。還有一些那個布啦，一些棉被也有啦，酒瓶也有啦，反正我們陸地上看得到的東西，大部分底下多多少少都會有。把那個剛剛清除掉的這個網，這些那個漁網就放在網袋裡面，然後用這個橘色的浮力帶把它充氣打上去。那我們船上海面上就有一群船上的志工，就會看到橘色的浮力帶之後，就會過去把這些東西打撈上來。6年內，自公已經落去回調度175擺，討論達擺都清除8個公斤垃圾，最多嘅擺甚至還有一噸暗處。下期做就當到都係對台灣也係外回來嘅，連沙巴超現代都受到影響。比如說下完雨的時候就有漂流木，還有一些雜草。那最嚴重的是，有時會有一些我們台灣的醫療用的那個廢棄物，因為觀光業發展的時候，很多東西都慢慢就不見了，所以我們大家就有一個共識，那為什麼不能把它能夠讓它再保存一點點？小琉球人快是美容行同類事故。夫婦管國嘅奧多拜菜寫出看到呢當地嘅國家冒海，5到10年係冒海到回到奧倫嘅世界。咁我哋翻去行業台之前，為先經過兩關上習慣。這一隻是子弟蟹，應該是母蟹，沒錯。這個還來不及走下去啊，所以它任務還沒完成，才剛開始而已。項目機鋪就看到本差嘅旁邊嘅冒海邊，過程依然啲田內烘做幾好上一期，還翕相傳到群組。原本我們都是用那個記錄表，然後大家志工討論之後，發現有一個更好，就是用來直接把照片，還有整個陸沙的那個資料都傳到上面去。那這樣子辦公室那邊就會直接做記錄。6到7。生態利用發展列邊之故，而不是挑被拍板做冒海生態監測。除了啲陸航本差嘅監視界，還有奧倫嘅觀測資料整合過後，還做得提供本公部門來做保育政策嘅參考。如果繼續持續這樣破壞下去，總有一天到達那個不可逆點的時候，我們小琉球的生態就回不來了。那回不來的時候，那個時候不要說觀光，大家都要關門歇業。小琉球因為這樣嘅風光、豐富生態，想影響起了，唔過之下整個安島嘅影響，就也同時帶來生態破壞落嚟些問題。面積長6.8平方公里嘅小琉球，環境不當之間調態，
受顾小琉球唔单只系当天气，亦系影响嘅节日，改变消费习惯，改变心态，团结到经济，增加的人数，才唔会冲突。